跟农主说是从事，俺等也不介意的啥呢？但是他查是，这好，若对不起，还是他下比如说，下过比如说的大人，农主没谁钱呢，我的农主人已经打过来，哎，下过谁的，你把卡给没有查回。我是上街一去，是整个盘里啊，他那些的的，200买个要少去不去，200吃啊，还是吃过了不的，别要我的，出去。是本那个没去，我手手卡的呀，了其实啊，说起是家长那个，就是个说南北去了，他那些人手吃不多。加上江南那了嘛，朋友可能是雄心爱准备这个那些就是觉得江南那里啊，是可是慢慢就踏出去了，别要我的，俺那都到巧克啥个呢？这个上街给去，这个吃什么嘛？这个当大嘛，这些个讨那些，上路拿了嘛，雄心，上马路这个上路拿了不帮个是这个，哎的，第一这个下月的不就要我就穷了，听说家长的呀，还有个囊水都当上，学不学是谁有多啊？所以那上马路，伸手见效啊。哎的。确实了呢，当俺那是别个请求啊，让强生，反正上啊，就是在车上也都这个，公交道上，你们人车上也都是啥样呢？这样的，这里啊的，我那车内，他说的呗，车是要休脚的。他家长的呀，这些各类的呀，啥都呢。现在他们古道大学，现在你呢，中国的地方了，难怪去了他那些人，吃了做这个的话，是吧？个人是南北去，这个陆上这边可多了，吃什么没有？这个谈到那个方呢，是老百姓跟咱们那个方呢，习惯对手，可这这个也不只是这的，俺那是我那车那个那车呢，不到休息好的，他的家长那的话都是带头说呢，是很多的，不是的，俺们说的是真的。
我那啥，而且在自己的出入上面这蛮贵要的，德州上面这蛮贵要的。这哪些呢？南边多大的？我那没谁的，就开始那么多，但是那时候排外，这不都打过药就要的。那这什么的这个了，街上这不都还是可能打过就说些，这什么的这个了，背出去了，还要的，去给钱那么钱，过来闲云的，这个都是个团的，我说这样的别开始我，真不是。先把这些交给我，把这交给我，把它交给去，应届进去，给他交，人家的是啥去？